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萍萍。我们上次在接完旅游团以后有很多粉丝家人发私信过来问我说，萍萍，你们下一次什么时候组团？我想去马拉维旅游，我想去马拉维看看。我们现在组团日期已经定下来了，就是下个月的4月18号第一期，然后第二期是7月份的11号、18号、25号啊。我们有安排一个马拉维5天4晚游，还有一个马拉维8天7晚游。大家有想要来马拉维旅游的，有想要来马拉维看看的，可以私信我哦，我在这等你们哦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